大家好，欢迎收看2礼拜一摆的代志挂大条，我是苏晴。顶礼拜母亲节，大家有回去厝内，甲妈妈做伙庆祝。交通部嘛因此提出车流管制。安尼想起来，父亲节敢若足平静的，爸爸甲囡仔敢有啥物问题？讲到囡仔，即阵少子化已经是台湾社会常听到的国安问题。顶个月，美国 CIA 公布一份2021年的预测报告，其中台湾的生育率是全世界排上尾名，搁一遍证明少子化议题的真实甲严重性。目前行政院也已经通过预计要实施新的放龄政策甲补助措施，主要内容是扩大不孕症试管红婴仔的补助，产检补助加4摆，产检假加2天，爸母会当同时请育婴假。留职停薪的津贴提悬到8成等等，但是这措施落实到现实中的男女不平等，以及赛后的车用成本，敢有到互想要生囡仔却唔敢生的人做出行动。进前，就妇女团体召开记者会，呼吁政府爱改革，莫互车用囡仔袂输是一件需要牺牲的代志。母亲节进前，妇女权益甲相关团体召开记者会指出，即马请育婴假的留职停薪津贴制度真需要改革。目前的津贴是以劳保投保薪资的6成落去算，不过工会团体指出，投保的上限敢若45800，而且有真侪公司会抵保薪资，实际领到的数字敢若是咧处罚请育婴假的人。因希望标准就要提悬，会当领实际薪资的9成。会造成你实质上在育婴期间获得的薪资恐怕不到原来的4成。那这是什么意思？就是你必须要在家庭经济跟养育小孩中间做一选择。这样的情况底下，家长的理性选择当然就是薪水低的人去请，薪水低的在台湾的现行的状况就是女性。妇权团体指出，男女之间的薪资有落差，本来就是一个问题。不过现行的政策是把这个问题搁再扩大，除了津贴的问题，要申请津贴的制度嘛是一个问题。以目前的育婴留职停薪津贴它有几个大问题，就是第一个大问题是它一次请的时候必须要是6个月，这个挑战是我要衡量，我离开6个月之后再回职场，我会不会在职务上的被评价为比较不好。开记者会的团体呼吁，会使改以一工作单位来申请育婴留职停薪的津贴。安尼家长嘛较有法度应付亲像过去因为当病毒临时停课等等的突发状况，调整津贴需要的钱，建议由国家来负担，会使考虑用就业安定基金来支付，解决财源的问题。记者郭碧君、谢桂林台北报道。新冠肺炎的疫情到今也继续滚价，自去年底，印尼移工就暂时禁止来台湾，造成移工欠工的现象是愈严重。加上移工留伫台湾，食头路拢有期限，雇主对外找新人，感觉真烦恼。这也互台湾当照人力培育的问题浮出台面。有学者表示，现阶段的当照诱因无够，无升迁制度嘛降低学生投入的意愿，可能就要来思考，甲外籍移工纳入当照体系，也搁爱放定移工年限。其实，国发会2018年捌提出新经济移民法草案，后来却无进展。目前劳用资深移工的部分，预计调向劳动部修改现行就业服务法的方式进行。若即马移工愈来愈抢市，嘛出现抗护工，想要转去工厂食头路，追求更较好的薪水。这款现象嘛，互当照人力愈欠工。学者认为，移工薪水本底就价甲无合理，即马只是回归市场的机制。现在因为国境被冻结的关系呢，所以说其实有很多雇主，像红色这边，他其实都已经是不候等待，已经往生或者是住到安养院去了。规面资料拢是雇主等咧找印尼移工。我正在摆在米德里面1年了，我要马上去台湾。
透过视讯提出签证，表达想要来台湾的心声。除了因为疫情禁止入境，前一阵啊，印尼甲台湾政府嘛针对印尼零付费政策，敢若到7月底来做协商。上新的进展是关底16项所费爱雇主出钱，即马已经减到6项，亲像来台湾的机票、来台进前大旅社的开销等等，都需要确认。掠准这6项费用，确认是雇主爱负担。雇主要请看好，头摆就要加付2万多块。其实目前我们接收到雇主几乎没有雇主在反映这一块，因为以现在这种缺工的状况，其实大家看重的还是有没有人。加付的2万块，嘛是无影响雇主的意愿。看申请数量，就知影台湾社会对国籍抗护有偌尔依赖。根据劳动部今年2月统计，国籍抗护工伫台湾人数有24万7千人，一个月底薪10万7块，那加2000多块的加班费，大约是2万的薪水。那是基服单位的基服员，卫福部统计，去年是我4万人，那申请条件较严格，一工8点钟的工钱，大约爱3200，请满一个月就爱9万多，无怪大家小姐要请国籍抗护，嘛才出现疫情期间坐地化价情形。我们一直讲，没有好的劳工，没有好的照顾品质，没有好的劳动条件，就不会有好的照顾品质，那就没有照顾正义可言。纵使没有透过劳动基准法的要求，单这个市场供需的这样的一个力量，就会让这个薪资起来。我们台湾的消费者，我们台湾民众要慢慢要习惯有一件事情，就是说这样的服务基本上本来就不应该那么的价格那么低廉了。学者指出，英国雇主认为，国籍抗护是小股单位的心态需要来改变。新冠肺炎的疫情就那亲像一面镜，照出的是长期以来移工薪水无合理的情形。记者电话文曾派文谢桂林台北报道。今年奥斯卡金像奖演员 Anthony Hopkins 以《父亲》这部电影得到最佳男主角。这部电影描述的正是男主角得到失智症了后的过程，甲伊查某囝的处境。即阵失智症人口快速增加，相关的预防卫教甲长照议题更加需要大家关心。根据卫福部的报告，台湾65岁以上的时代，大约每12个人就有一个得失智症。这几冬也发现患者的年岁愈来愈少年。若失智症对家庭、社会、国家的影响，除了经济面，也包括性别、工作权、自主选择权等等的议题。更较莫讲家庭照顾者的身心健康，接着发生的长照悲歌，拢是互人真唔甘的案例。最近，屏东有病院甲企业合作，提供空间，互民众亲身体验失智症的生活。除了要互更较侪人实在失智症，嘛希望大众会当更较有同理心。就请为阿公开始进入你们的一天生活。参加体验的民众行入门，即马每一个人拢是5岁木阿公。乌鸭暗的路，4颗围仔的玻璃拢是阿公的心内话。我是啥人？这个人为什么对我这好？刷落来是阿公的日常生活。尝试进入失智症者，他可能生活当中他的一些他的困扰、他的认知障碍带来他的不便，以及他心理上面的感受。阿公的房间你熟悉无？每一个边角会当听到伊细细念的声。明明查某囝交代莫黑白走，阿公要是出门想要买物件，这时阵爱挂这种特殊的目镜甲手镯啊，双手的3个指头啊拢有塑胶片。体验失智老人，因的手会较无感觉，目睭嘛看袂清楚。完全看不到。我的目睭灰灰灰，遐哪内底字，我一字都看无。我足认真看，啊，搁插个电火下骹去看，佫看无。挂目镜手镯啊，是超市，伫限定时间内买好所有的物件，其实毋是一件简单的代志。大家前往柜台结账。徛伫柜台前，有人连皮包仔的钱拢摕袂出来，规气用倒的。阿公的生活，体验的民众拢感觉紧张、烦恼，阁有无奈。
我们对失智症的宣导上面很多都是从知识跟理论，我们可以知道很多失智症的这个症状也好啦，他们的行为也好，照顾的困难，但是我们比较少有机会能够就是换上他的鞋，成为他生活的经历他生活一部分。会当用上简单的方式，先去甲同理。先去甲了解讲，其实阮是大人伫厝的时阵，还是讲伊真正有失智症的时阵，伊的感受是啥物？体验好的感觉，伫这个社会，就需要咱来甲斗相共，特别是迄个已经较长者的人。屏东基督教病院打造这个空间，民众唔但体验，嘛透过分享甲讨论，甲情绪转化做正面改变的力量。不管是民众，也是照顾失智患者的人。加一寡同理心，就会当互失大人更较好的照顾甲陪伴。记者邓亚文为做，屏东报道。囡仔伫学校的营养午餐，因为备案、食品安全或者是菜色无够营养等等的问题，不时引起争议。营养午餐议题唔拿家长关心，当然已经和内政部废止的欢乐无法党执行书记李洪志先生，拢捌提出。三色豆应该全面退出中小学的证件。再来看到全面公共政策参与平台面顶，也未少甲营养午餐有关系提案。顶礼拜到国内民间团体参民意代表召开记者会，共同宣布发起学校共餐法推动平台，而且参考日本加韩国的专法制度，杀出台湾头一部民间版本的学校共餐法，希望共餐爱法制化。为源头管理食材、资讯公开，执法保障校园的饮食安全。希望囡仔食了安心，嘛要为第一线强化饮食教育，建立良好的饮食观念甲习惯。推动学校公餐法，推动学校公餐法。第一步，民间版本基地院。学校营养午餐的菜色敢有够营养，是家长关心的代志。即马民间团体成立平台，杀出第一个民间版本的学校共餐法，明定主管机关爱伫学校设专职的共餐委员会，佮爱甲行政检察权立法来保障校园饮食的安全。让各级的主管机关都有权去做检查、去做监督，你不能拒绝，不能隐匿。如果你拒绝或隐匿的话，我们有罚则的规定。如果我们没有中央层级的法源的话，每次到地方的选举的时候，学校午餐就变成一个政治人物开支票、撒钱的这个乱象不会解除。另外，民间团体嘛反映，即马有专职营养师的高中小，敢若占17%，应该爱提升比率。现场嘛用日本、韩国学生用的餐盘，甲台湾的大碗公来比较，认为台湾学生根本看无食物安怎是平均。过来学校的中昼顿时间嘛伤短，应该爱延长。其实我每次看到那孩子吃饭，就是囫囵吞枣，全部就这样子一口吞进去。那大部分很多小孩子他吞不进去，他就把它丢掉了。我们希望这个时间真的能够让它更长一点，让孩子们真正能够知道我今天吃的到底是什么食物，对我的身体有什么好处。亲像食材来源成本公开透明，共餐无受区域限制等等的改变，拢伫即个民间版的学校共餐法内底。参加记者会立委范云嘛表达肯定，表示会监督立法院赶紧来摆审，希望伫明年母亲节之前通完成立法。记者邓亚文、邱凯台北报道。有考下中药之父称号的药学博士考公员，为1953年开始收藏台湾艺术作品，一直到伊1991年过身之前，计共收藏600多件珍贵作品。尤其考公员买图真阿萨里，毋捌太价嘛无买背图，甲侪画家保持良好关系。伫早年迄个台湾也无美术馆的年代，徛出来支持艺术创作，无分族群甲阶级，替台湾留下珍贵的文化资产。2017年，考公员博士的后生考教信遵照800委员，要将画作全数关转来台湾，开始参文化部直接。2018年，美国顺天美术馆甲文化部签订关键意向书。2019年，这个画作全数运转来台湾，又国立台湾美术馆保管甲应用，嘛和重建台湾艺术史的计划踏出一大步。最近国美馆特别位置当中，竞出195位艺术家的作品展出，
包括石川kim一郎、陈定波、李梅秋等等重量级的前辈画家，要互民众看到台湾美术发展100年风采。1993年，伫美国成立的顺天美术馆是药学博士柯宏元的夫人加囝儿所成立的。顺天美术馆内底展出侪柯宏元收藏的台湾艺术家作品。2017年，后生柯兆信遵照爸爸柯宏元的遗愿，要将收藏品全数关转来台湾。2017年的时，就开始想讲要把这物件送转来台湾，这是因老爸一世人的愿望。柯兆信表示，爸爸是咧思考会当替台湾留什么物仔给后代子孙。所收藏的作品，其实就是台湾的一个历史，会使看出台湾人迄当时是安怎生存、安怎咧打拼。伊有2本画册顶头写啊真清楚，伊讲这毋是阮的祖产啊是等台湾人的情形较好你爱摕转去台湾，所以迄就是伊的交代。经过2年多的沟通，这批下世纪的台湾美术作品，伫2019年全部运转来台湾。这批画作的收藏年代，嘛拄好是台湾国际局势出现变动的时阵。就是1979到他过世1991，大概11年的时间，也就是我们台湾就是刚好是退出联合，就是1971年我们退出联合国。然后在跟国际大家断交、风雨飘渺的这个时代里面，那个时候他开始来做这个收藏。柯宏元唔但是一个收藏家，也是一位捐赠者，家属愿意无私将规批的画作捐予国家，也予文化部当咧推动的重建艺术史政策带来真大动力。台北美术馆咧收藏的时阵伊其实收藏的物件是安尼一步一步来，所以一步一步来，就是讲美术馆的典藏经费阮一档的典藏经费偌济钱尔，偌济钱你会使买几张图，买几个艺术家的图，一个萝卜一个坑很多的艺术家的作品其实拢无，伊拄啊拢有，因为伊用艺术家迄个美术史的方式一个艺术家一张，这个艺术家一张，若有法度的时候，佫加一张，所以伊迄个艺术家迄个四部伊颠倒较完整。柯宏元伫台湾还未民主化时阵，就开始为着台湾的艺术世界奔跑，而且收藏只为着有一日要献予国家，无私大爱精神，替台湾留下完整的文化记忆。记者杨淑晴、张学水综合报道。公司第一代参与协办的2021蒋渭水第一汉诗吟唱比赛开放报名咯，即马开始到7月30日，开放予全国高中职学生报名。最后决赛将伫公司第一代点名坪进行，而且会伫立法院举行颁奖典礼。第一名奖金有20万哦，欢迎有兴趣的同学踊跃报名。以上就是这边的代志大大条，感谢观众的捧场，欢迎大家帮阮大力分享给其他朋友，咱2礼拜后再会。